這麼繁忙，也用不着常常出宮啊。這裡面是否有什麼隱情啊？这个，晋上不太通曉。看來這中間的確有鬼。晉大夫，你我相識多年，我也沒少給你幫忙。看來今日你是誠心要向我隱瞞實情了。南後恕罪，晉上實有難言之苦。說。此事知情者甚少，若大王知道是晉上多嘴，晉上的腦袋就保不住了。你的腦袋就是我的腦袋，說出來定會有你的好處。你們都下去吧。是。然後，大王出宮不為別的，只是去了離宮章華台。章華台？南後可曾聽說楚國要與吳國簽訂盟約？此事人人皆知。大王為吳國聯盟的合縱長，魏國為討大王歡心，獻上絕色美人。何等絕色？這個晉上不敢說。這麼說，就遠超於我了。南後是日月光華，怎好相比？少給我油嘴滑舌，快說。魏國美人是魏國王族，出身高貴倒在其次，論容貌的確是人間極品，有如仙書下凡。男人看了只有4個字：魂不守舍。那為何後宮無人知曉那魏國美人的一點風聲？這是大王怕南後知道了心生不快，所以才傳旨賜魏國美人駐章華台。那吳國有心攀附大王倒也罷了，竟然送來美女迷惑大王。一個合縱2字，竟然離間了南後與大王的恩愛。微臣看着，的確是為南後鳴不平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下去吧。告辭。夫人，請看那裡，那是杜若。你看那花開得多嬌豔，過幾日就要結果了。魏國沒有杜若，我聽說他接子入豆蔻，根部是藥材，能理氣治痛，疏風消腫。夫人好學問，大王特意讓人在這章華台周邊種了許多杜若和碧麗。看，碧麗結果子早，都有果實了。這果子熟透了，摘下來，用裡面的果粉製成涼膏，夏日消暑，可好了。夫人，仔細着手，當心扎着。夫人，請看這邊，這邊是蕙蘭，那是紫藤。湖面上還有鴛鴦，這些都是大王叮囑讓微臣置辦的。這章華台極盡奢華，但是未免太空曠了。偌大個宮殿，裡裡外外除了臣妾，就都是些伺候臣妾的下人，連個說話解悶的人都沒有。這也是大王的美意，以免外人攪擾了夫人的清幽。昨日我隨處走動，看到西南處似乎還有一個殿宇，樓閣台榭樣樣精巧，不知那是何處。夫人說的那是月華台，已經許久無人居住，荒蕪得很。我能否過去看看？月華台荒蕪蕭索，斷井頹垣，夫人還是遠離那地方為好。